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就业聊一聊现在这个年轻人为了显示自己找到工作，然后再假装上班这种现象，咱们聊一聊这个。今天这个网上一篇文章它叫每月1000元，年轻人开始花钱租老板和同事。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咱们也介绍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看看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不能永远躲在这个精心构建的虚拟职场里，用表演来逃避真实的生活。他文章讲的这个一个叫奎尼的这么一个创业者，他创业的这公司很另类，很不一般。2025年新注册的企业名单上多了一些另类创意，一批以假装上班为关键词的虚拟职场服务类公司异军突起。这类仅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概念，如今已悄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落地，并迅速向杭州、西安、南京、成都等一线城市扩张。在这里，参与者每天只要支付30到50元的费用，就能获得一个真实的办公场景、标准化的工位、高速 WiFi、茶水间闲聊的同事，甚至还能体验职场 cosplay。你可以拒绝上司布置的任务，对老板进行反向 PUA， 也可以明目张胆的聊天、打游戏、浑水摸鱼。本质上，这类公司是对共享办公概念的再创造，通过精心设计的职场剧本，让使用者能够维系正常人上班的社会形象，避免家人或社会的质疑，同时也能保持一定的生活规律。有人说，假装上班公司是失业者体面避难所、精神乌托邦，也有人戏称它是成人托管所。究竟是谁在消费这种服务，又为何甘愿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职场表演付费，花钱制造在职假象？早上8点，北京东五环某小区，小航起床洗漱，坐下来吃母亲准备好的早餐。说到北京东五环呢，我是这个深有感触如果他说某个小区，我应该很清楚。最近工作忙吗？面对父亲例行询问，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快步走出家门。9点一刻，他到达国贸某写字楼，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和同事们说早安。老板笑眯眯地看着他，对于他的迟到并不在意。坐到自己的工位上，小航从双肩包里拿出电脑，开始上网，上招聘网站发简历。11点半，有同事过来叫他吃饭，他没去，拿出母亲为他准备好的爱心便当，到茶水间的微波炉加热。中午吃完饭，他靠在椅子上一睡到2点多，醒了之后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发简历、打游戏和朋友在微信上闲聊。这期间，老板过来巡视过几回，给摸鱼的小航送来一个苹果和一杯酸奶。差一刻5点，小航把电脑塞进书包，抢先走进还没有迎来下班高峰的电梯。经过老板的办公室，老板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他，不但没有责怪他早退，还温柔地跟他说明天见。说地铁上，小航收到母亲的微信，晚上吃火锅，今天加班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良久，他回复不加班，也就是家里人完全不知道他每天正常的早出晚归。这是小航在国贸上班的第6个月，朝9晚5，周末双休，工资为0。不仅没有工资，他每个月还要给老板倒贴1000元。社交媒体上有人把小航这样的行为称作假装上班，而他假装上班的地方则被叫做假装上班公司。去年年底以来，假装上班公司在社交平台大火。企查查显示，2025年全国已有多家以假装上班为名注册的新公司。奎尼是北京望京地区一家传媒公司的创始人。2025年4月初的某一天，他突发奇想，在小红书上发表了一篇望京假装上班事业部成立的笔记，没想到很快就爆了，当天就有30-40人私信咨询，就连远在新西兰的朋友也看到了。奎尼说他说我很少发笔记的，这篇笔记能爆其实很意外。在招募帖里，奎尼写道，你是否怕失业的自己被亲友看穿？是否觉得自由职业在家效率低下，工作需要监督，或者搞副业又担心没空间？
间，又或者被家务带娃逼得想静一静，都可以。这里就是你的新 office。奎尼的办公室位于望京核心区域，总面积130平方米，平时主要接一些商业广告项目。这几年业务量下滑，员工减少，办公室越来越空。有一些从大厂出来的准备创业的小伙伴主动找到他，要求租用多余的场所，用于开会或者讨论创业项目。这个奎尼啊，在这里工作了近10年，100多平米的办公室承载着他多年的创业记忆。他不想换地方，朋友想法给了他启发，他索性借助假装上班这个网络热梗对外营业。按市场价，他把普通工位定为日租50元，因为刚开始试水，体验价为每天29.9块，也就30块钱。除了出租工位，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简历优化、周末社群、线下沙龙等。我自己也经历过需要找地方办公的阶段，那个时候主要是去星巴克，但是星巴克人多嘈杂，并不适合办公。提出假装上班这个说法，并不是我有意在炒概念，主要还是基于市场现状。一些失业的人或者自由职业者，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从出租房间到出租人生剧本，上海虹口小盛也开了一间假装上班公司，日租30元，整租600元包月，工位随便使用，水电网及公共空间全部免费。不仅如此，公司还提供情绪价值的输出，老板会假扮分配工作给员工，而员工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并把方案甩到办公桌上，直接怼老板。消息一出，有几千人响应，小盛在社交平台评论区也炸了锅。与奎尼单纯出租个人办公室的模式不同，小盛经营的假装上班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概念包装的共享办公空间。这种情况在业内相当普遍，许多运营商通过假装上班这个时髦噱头吸引客户，但其商业本质仍是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办公空间租赁业务。传统共享办公空间主要服务是企业客户，以初创公司和团队为主。现在为拓展市场，运营商开始向个人用户开放租赁服务。陈晓记得啊，以前他在共享办公室上班时，一个200-300平米的区域被压缩成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办公场所，狭小的格子间里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热血沸腾的创业者。即便在走廊或者会议室转一圈，听到的都是融资的话题。会议室的黑板上没来得及擦掉的内容也是和融资有关。当然，创业公司也大都很短命，走了一茬又一茬。陈晓所在的共享办公室是一个可容纳4-5个人办公独立空间，月租不到3000元，而就在他们对面的一栋楼里，租一间同样的办公室则需要几万元。 CBD 这样的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没有资方，初创企业真是负担不起。这文章说啊，2010年陈晓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创业公司做策划。这一年，共享办公模式首次被引入中国，最初仅在北京、上海等1线城市，创业园区零星出现。2015年到2016年，共享办公迎来爆发式增长，优客工厂、WeWork 等中国品牌迅速扩张。巅峰时期，优客工厂估值突破30亿美元， WeWork 中国估值更是达到了47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行业开始下行，2020年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103亿骤降至不足200亿元。2021年，纳什空间等知名品牌相继关停，15家主要运营商中超过1/3退出市场。到2025年，曾经辉煌的优客工厂市值仅剩166万美元， WeWork 全球市值更是从巅峰暴跌至4500万美元。目前行业整体规模较巅峰时期萎缩60%，运营项目数量从最高时上千个缩减至不足300个。经历过从狂热到理性的转变，如今幸存企业多向轻资产运营，试图通过服务创新寻找出路。雨后春笋般的假装上班公司可以说是共享办公的另一种生存之道。这个共享办公啊，我是正好经历过。所谓的共享办公啊，跟那个共享单车大概意思一样啊，就是都是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间点出现的。大家还记得这个万众创新吧？2010年开始，大量的人呢，由于这个受资本市场影响啊，大量的美元外币，对吧，都投到咱们的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互联网加，很多创业的这些创业公司啊，他就一个 idea 一个想法，然后就抱这个电脑，3-5个人，你说他马上去租个办公室，一这个费用比较大，第二也耽误时间。
间，所以这种共享办公啊就应运而生。这共享办公呢，就你可以租3个工位，你3个人嘛，租3个工位，哎，你就可以接待客户了。你有前台，对吧？人家找你谈事，到这个共享办公室，还有前台，还有会议室，还有打印机啊，这些硬件设施。后来啊，这些共享办公室啊，它变成孵化器，它不仅啊给你提供这个办公场所，它还帮你接洽这种投资人、找风投等等，甚至这个共享办公室，他看到你的项目好，他都不收你钱，甚至还给你投点钱，作为初期的投资人。这个背景啊都是万众创业，就创业的人特别多，所以这种需求就越来越大。但是后面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你说这个什么啊，这些运营商市值跌了90%，运营商一半退出市场，这太正常了，已经没有人创业了，谁还去创业啊？所以很多啊苟延残喘的这些共享办公室，哎，他抓住现在啊就业难，但是呢，很多人要假装在上班，所以说啊，他另辟蹊径来满足这个人群体的需求。那但是这个他的付费能力就很弱了，对吧？我假装上班，我总不能1个月还拿5000块钱干这事吧？他的便宜点，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共享空间靠这个赚钱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也只能是啊降低一下他们的运营成本，也就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主打一个边际成本低，反正那个座位空着也是空着，他一天卖30卖50，毕竟也为他分担点成本，并不会因为多一个人他的网络费用就贵了，对吧？也不因为他多一个人他那个租金就贵了，所以这种啊更多的也是一种噱头啊，这个聊胜于无啊。我们接着看这文章说的啊，他说前年陈晓自己也成了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他说虽然他没有租用共享办公室，但在他看来，共享办公空间为创业公司提供了理想的运营选择。这种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商业生态，让创业者能够在跨行业交流中获得成长机会。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假装上班本质上是为困境中的人提供一种过渡方案。对失业者来说，他延续了工作状态；对需要集体办公的创业者，他提供了工作空间和心理支持；对高压职场人，他创造了一个可以短暂逃离的喘息空间。职场演员的深层逻辑，假装上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去年热播综艺《非常敢想队》。当奎尼考虑将空置的万金办公室对外出租时，节目里李川等人演绎的喜剧情节立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付费上班行为看似荒诞，却折射出当代职场人面临的多重困境：被动失业的深层焦虑、传统家庭对稳定工作的执念，以及职场文化中以工定职的隐性规则等。小航成为其中一员绝非偶然，从小到大他都是亲朋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小镇做题家，985硕士毕业，外企年薪30多万的小白领。说变化源于半年前一封裁员邮件，因业务调整，小航所在的部门全员被优化。连续投了很多简历，石沉大海后，他开始在国贸的共享办公空间上班，用每月1000多元支出维系着在职的假象，主要是不想让父母失望。小航说他一直记得拿到外企 offer 那天母亲开心的表情，在老家亲戚的眼里，这个考上名校、留京工作，并且把父母接过来的孩子是全村人教育子女的榜样，是别人家的孩子。儿子出息了，妈妈为你骄傲。母亲这条微信成了小航每天坚持上班的精神支柱，推动着他继续这场维持体面的职场表演。除了小航这样的年轻人，一些已婚、上有老下有小、被动失业却不愿家人知道的中年人，也是假装着上班公司的客户。而对他们而言，这个虚拟职场不仅是对外维持体面的社会面具，更是对抗生活失序感的精神堡垒。假装上班反映了当代职场人面临的身份焦虑与社会压力。当你在哪里工作成为社交开场白，事业有成认识主流价值标杆，假装上班就成了一种无奈的深层智慧。而假装上班公司则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传统职场与社会期待之间裂缝，为都市人提供了应对现实压力的缓冲地带。除了失业
业群体，自由职业者也是假专上班公司的主力用户。调查显示，超60%的参与者表示，就想听人问一句：“你想喝奶茶吗？”针对这部分群体，上海某共享办公室推出虚拟团队服务，用户可付费加入市场部、技术组，参与模拟会议、茶水间闲聊，甚至组团点外卖。心理学家分析，人类天生具有群体归属需求，而远程工作者长期独处容易产生孤独感。租同事其实是花钱购买社交慰藉，没有真同事，但需要真社交。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假专上班是他们的社交刚需。杨洋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表示，虽然写稿时不需要交流，但有人陪着一起工作，一起吃午饭，工作会有劲头。假专上班不只是为了应付家人，有的年轻人没有工作环境就会失去状态，他们需要特定的空间来营造上班氛围，这样才能保持工作效率。他的一位朋友一旦失去工作环境就会陷入焦虑，但只要回到办公室就能立刻恢复工作状态。对他而言，上班这个动作已经成为启动工作模式的必要开关。文章的最后说在这个快节奏且充满压力的时代，假专上班公司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职场和生活中的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挣扎。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办公场景的场所，更像是一处心灵的避风港，让那些在现实浪潮中漂泊的灵魂能找到短暂的慰藉。然而，看似新奇的假专上班模式终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对策略。我们不能永远躲在这个精心构建的虚拟职场里，用表演来逃避真实的生活。当人们从这里重新获得力量，勇敢地迈出步伐，去直面失业、孤独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时，或许才是真正理解了假专上班背后的意义。希望有一天，社会能给予每个人更包容的环境，让工作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让人们无需通过假专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到那时，假专上班公司也许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所承载的特殊记忆以及曾给予无数人的温暖，将永远被铭记，成为时代发展中一段独特的注脚。这是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假专上班。实际上假专上班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假专上班公司也不是个新鲜事物。我想假专上班这个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即便你没有经历过，那你身边的朋友假专上班，这个恐怕也是叫习以为常。我第一次对假专上班深有感触，那应该是20多年前，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但是有部电视剧非常火，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好像是这个吧，就是那个主演就是后来演那个狄仁杰的元芳动不动就元芳，你怎么看？那个张大民当时就下岗了但是他也不想让他家里人知道，所以他每天早上正常的把他那个饭盒装满，背着个小书包，骑着自行车。实际上他去哪儿了呢？他去了公园，在公园一坐就上午，到了中午把他的小饭盒打开吃饭，吃完饭装起来，又坐到下午，一看好像是下班时间了，骑着自行车回家，就这么假装在上班。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刚毕业，虽然工作不好找，但是我对这种行为是不理解的。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北漂需要面临打拼面临生存，所以不能容忍也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说你去假装上班等到过了几年以后我才慢慢发现我身边的有朋友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是呢他也不能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待着，家里有老人或者有媳妇，有的还有孩子，孩子也会问他爸爸你怎么不上班或者他父母问他你怎么今天没去上班他一说他失业了，感觉整个家庭都垮了，因为他是支柱对吧，主要收入来源所以他就背起个电脑那个时候还有网吧，所以他经常跑到网吧里待。当然了，在网吧里他发简历玩游戏待一天，到了下班点回家。我记得前年已经开始流行去图书馆了，因为图书馆便宜不要钱，有免费的水，免费的网络，可以充电，还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不花钱。很多人跑到图书馆去，是这样的吧？去星巴克，你好歹还点一杯星巴克，对吧？以前也流行去星巴克，但是星巴克收费稍微贵一点，甚至有人跑到麦当劳去。这个麦当劳有一段时间是免费续杯吧，他们跑到麦当劳。这个假专上班公司那个我记得冯小刚的电影，那什么叫私人定制，那不就是假专上班公司吗？对吧？你想扮演什么角色，有人帮你满足，甚至最早的甲方乙方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都是几十年前的电影了。所以我说假专上班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新概念。几十年来啊，我们都为这个就业啊所困扰。这文章里面也说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扰？一个是我们自身啊有一种叫认同感、归属感，是我自身的需求；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对吧？也是这种社会对你的期许。你小镇做题家，你考上大学了，你就应该一份工作，甚至觉得没有工作那是可耻的、失败的。家庭来说啊，从这个亲属来说，特别希望你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这几方面原因导致啊，很多人呢压力非常大，一旦失业，这个天就塌了。所以他必须啊得伪装，假装自己在上班，在假装上班的同时啊，边找工作边这个叫休整或者叫充电。但是文章也说了啊，这个毕竟是个过渡，你假装上班，你能假装多长时间呢？迟早会败露。这里面说一说我的这个经验啊，我啊在以前节目经常说，我换过6、7个工作，这几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我每个工作之间也不是说都直接就衔接好了。我有的时候这份工作辞掉了，下份工作在哪我不知道，然后这面临着中间就要找工作，短有几个月，长恐怕要1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从来不避讳跟家里人说，或者就是我从来不避讳让人知道我失业了，我要换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装啊。但是确实家里人不理解，比如父母亲戚，你要换工作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感觉天都要塌了。所以后来我就不告诉他们我要换工作，我也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不准问，这个就成为一个纪律。就是我的理由很简单，你不应该知道这些，你知道了没有用，你能帮我解决吗？解决不了，你知道有什么用呢？本来是我一个人的事情，现在变成大家的事情，你又解决不了。本来我一个人着急就行了，现在对吧，10来个人着急，急你也帮不上忙，你也解决不了，那为什么你非要多几个人急呢？所以我这个叫空窗期啊，没有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就在家待着，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但是不准问。这个很多时候父母啊，他是好意，他关心你，实际上他什么也解决不了，他关心，实际上一关心就乱，他越关心你的压力越大。父母啊，他不一定理解你的处境，他有的时候认为你换工作啊，你辞职，你被裁，他恐怕认为你是作，他认为你是犯着好日子不过，你自找的，就他不一定理解你。所以你啊，一旦把这个想明白之后，你就不用假装上班，你就不用说在失业的情况下还一个月花1000块钱去那种地方表演给别人看，这是鸵鸟啊，这实际上这是一种弱者心态啊，对吧？像鲁迅说的啊，我们真的勇士啊，敢如直面惨淡的人生啊，敢如正视淋漓的鲜血，对吧？要正视失业，失业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个大环境下，这个经济形势，对吧？这个外贸形势，这个地缘政治下，我们失业并不代表你不行，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对吧？你什么假装上班，那与其说是为了骗家里人，你还不如说骗自己，这属于自欺欺人了。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这个叫正视面对这个失业，还是把所有的面子放在第一位。有很多人也知道，我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网友问，哎，你干什么？你难道以后就做自媒体了吗？你以后还想干什么别的工作吗？就是说，所以说不要说父辈啊，什么70、80的人，就连很多年轻人都这种心态，就他对工作，什么叫工作？他认为工作就是在国企那叫工作，但是还这种心态，所以你就不要说老年人什么心态了，他们脑子里工作啊是那种一进去啊，大学一毕业就去那上班，完了一直到退休那叫工作，其他的那个不一定叫工作。你要在山东的话，你说你工作，那就是意味着你得有编制，那才叫工作，否则都不叫工作。你说你在华为，那不好意思啊，那不叫工作，意味着不稳定啊。每一个小学老师稳定，对吧？有编制的小学老师比在华为都强，对吧？你在外企年薪100万，你顶不上一个小科长。所以说这里面工作有某种程度代表着一种虚荣心。我们现在啊，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刚才也说了，所以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很多人对吧，不到35岁被裁。现在很多国企啊，很多大的企业，他要响应号召，他要解决大学生就业，所以他都有 KPI， 他要招多少大学生。问题就在这儿，有的企业他招了大学生之后，实际上他人就多了，他就必须把老员工要裁掉，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对吧？进来100个，他就是出去100个，工作岗位并没有增加，工作岗位还在减少啊，所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失业。所以我们啊，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心态，不要觉得失业什么不好意思，对吧？不要失业了还要装只会让自己累。你说你每天假装上班啊，从那个东五环到国贸坐地铁，那得多挤啊！我是最深有体会，你早上上班挤，下班又挤，人都挤成个馅饼，何苦呢？你好不容易失业了，你在家躺着多好啊，休息。你在家里发简历找工作不是一样吗？对吧？这个年头啊，失业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然后你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兼职，对吧？这都是工作。对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对吧？对你还有苛求的人啊，如果你必须那样的人，你就跟他一刀两断，就是不准他干涉你的生活，对吧？你也不需要跟他去解
解释，因为他理解不了啊，对吧？你已经活得很累了，你完全还跟他解释啊，这样才叫工作，那样也是工作，只要赚钱就行。我看还有很多年轻人居然不知道自媒体是份工作，他认为的工作就是必须别人给你发工资，你自己赚钱的不叫工作。所以愚昧的人呢，他永远是愚昧，跟年龄没关系。在我看来啊，一旦失业，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静下来啊，在家里一坐，或者在你的出租房里一睡，对吧？先歇个10天半个月的，啥也不干，就是放空。因为在这个经济下行啊、通缩这个时代，做得多错得多，想得多错得多，不折腾啥也不做，反而你没有什么错误，能够保全自己。工作嘛，慢慢找。有很多人一失业啊，他就慌。刚才说了嘛，他假装上班。有的人他手上有点钱，他不假装上班。哎，听人说炒股赚钱，财富自由。哎，听人说开个餐馆赚钱，跟朋友几个人合伙开餐馆，最后都是人财两空。哎，你还不如啥也不干。所以说啊，与其装给别人看，与其靠演来掩盖自己，不如让自己内心啊真正的强大起来，来对抗这个周围的眼光，活出自我。哎，毕竟你是自己养活自己啊，你不是别人养活你啊，对吧？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呢？虽然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但是只要你不负债，你饿不死，你也不会更差，对吧？只要你不负债，你失业就已经到底了，到底你也饿不死。那不如趁这个时间，对吧？这你该看一看，该走一走啊，看一看，该玩一玩，玩一玩，该放松，要牢记啊，人生实际上就是一场体验。你失业了，你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失业了。哎，你可以通过这个，你可以发现大家对你的态度。哎，你这个时候发现恐怕什么叫真的朋友，对吧？什么是酒肉朋友？哎，什么是真的关心你？什么是叫虚情假意？富在深山有远亲啊，对吧？穷在闹市无人问。哎，这个时候反而是看清别人的最好时机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